乡亲好，欢迎收看《出名台会》，我是王小琪。你咧下到故乡嘅内门去，两条路呢是推三线，后背看到嘅就是马挑山。出名台会讨论了个马挑山人脉冲嘅议题，上一礼拜提冲，大家都讲到了个动作都环境好，唔是当嘅素材。不过开发重爽也有提出嘅意見講，其實呢了到持球會財鐵見面係用唔專業嘅角度來誤討大家。不過財鐵見面都講，其實了個馬挑山。並唔係單純而個空間，而是做埋個開發案對當地嘅財田人記到係叫挑過情感嘅記憶。所以呢個馬挑山到當地應該為咗係乜嘅？係個馬挑山嘅環境議題，唔單止係財田嘅議題，也可能係全台灣環境老開發案相關討論嘅嚴重議題。今日兩個禮拜還會繼續來同大家很加深嘅討論，兩眼皮去到討論現場。好，欢迎大家共好对到，你共下关心了个马挑山为是人脉冲了个议题哦，看到咱现场个乡亲都臭到嫩嫩哦。上礼拜因为咱时间有限吼，大家讨论非常踊跃啦吼，所以两礼拜还会继续来讨论。当然，我在此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我们介绍是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的召集人陈娇华陈教授。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第二位来宾，你少介系台湾界动物名界这个墨海博士哈，陆蟹博士刘丰昌刘高雄你好，乡亲大家好，欢迎教授。今天少介系我们是立法委员林岱华林委员，大家好，欢迎委员琼哈瑞哈。好，上一礼拜你讲到哈，其实这个富郡饲废掩埋场的这个公司，他们也提出了严正声明，认为有几点呢是这个自救会是不是刻意抹黑，觉得不这有造假啊？到底这个环评为什么延宕了3年，2次的专案小组，2次的大会都没有形成决议，都是说这个很多的疑虑未清，不管是水文、生态、地质、地形，还有等等等的问题都悬而未解，所以以至于补件再补件。那这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召集人，为什么这个环评大会那么重要的报告的内容，却是那么的不扎实？针对富郡的这个环评书哈，其实有很多是有不实哈、涉嫌伪造的地方。好像他说不透水泥岩，哈，这个证据是非常脆弱的哈，就是有不实。好像它的3轴不透水系数，根本它的这个拿出来的资料是不扎实的。那另外他说没有断层，但是在富郡的厂址，他自己钻的那个岩芯就有看到断层剪裂带的这个痕迹。那另外呢，他说没有常态的地下水位，我们根据富郡公司量测的，还有我们自救会的井，每一口井都有量到常态的地下水位。那我们看到这个水位有高有低，就是有下雨，好像去年梅雨台风，水位就冲上来，甚至冲了20-30公尺。那不是只有一口井，每一口井都冲上来，所以这个地下水是非常的丰沛。是。然后他说，这个。不开塞，那不开塞，这个是有违法的，因为它不开塞的几口井呢，都是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在码头的地方。那不开塞呢，它测不到地下水，它就可以隐瞒，这个地方是没有地下水。那没有地下水是会影响到，它在做边坡稳定的时候，它的掩埋的这个。量体，它就会说它会掩埋到160公尺高，所以它的不开塞隐瞒是有这个可以掩埋很高的这种有利益的关系，就是说你买越高你赚越多，所以这种获利呢是可以超过甚至10亿、100亿这么多。老师。
环评大会的报告结果是关系着开发案成立或者是驳回，所以这环评大会报告里面的内容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市政是显示，开发商的这个环评报告是像挤牙膏，你盯多少我就挤多少的资料出来。我想问一下，我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哈，像我手上拿的就是最新的高屏溪的我们喝的水，最近的环保署的取水。原水的水质哦，我们最近的这个原水水质的大肠杆菌是不合格的。去年到现在有半年以上都不合格。那这次大肠杆菌不合格竟然高达超过14倍以上。那刚刚提到的阿公店水库水质也是全国水质最差的。所以高雄喝的水已经是很不好了，很糟糕。所以在上游，刚刚各位先进提到的上游，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上游不可以掩埋废弃物？不管是地表水、地下水，都会往高屏溪，都会往阿公店水库。所以附近的这些他提出来的这个回应都是。非常脆弱的，他现在是要合法申请、合法通过来盖哈，但是他现在在合法申请的这个环评大会的过程，他提出的报告就充满着这个漏洞。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的环评大会的基本决议哈，就环保局提出来是补件再审，请问补了再补，补了再补，还要继续补，还值得相信补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环评委员的他有没有那个良知他们有没有那个智慧，赶快去这个驳回，那如果没有，或者是有一些政治压力，那我们就要继续努力。所以我们最近呢也去控告，控告这个富俊，他在这些环评资料有违法，有不实。那我们希望地检署也来调查。是，刘高雄应用的款。因为我讲这个要从头来讲，因为他一开始在做调查的时候，这个。富俊公司他委托的那个调查公司，他什么时候来做调查？1月来做，4月来做，3月底4月初来做。那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马头山这个地区最干旱的的时候嘛。所以他们调查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他调查出来就很奇怪，因为他也没有真正进到那个掩埋区的厂区去，就在周边外围的地方调查。而调查出来之后，有的保育类动物是什么？就是天上会飞的鸟啦，会出现在那个掩埋区的边缘而已。那当然。自救会这边调查出来之后，最后他们也没办法否认，所以他们补充调查，他们最后也把这些动物加进去。那加到最后，因为实在生态的丰富度太高了，所以他现在最后的借口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有马头山这个地方有，是周围1000平方公里都有。他当初1平方公里不到28点几公顷的面积，他的调查都做不好。所以其实说起来，厂商告诉我说。1000平方公里，他都调查过了嘛？所以老师，他没有照着环评规范去做生态调查，那个努力量不够。他完全没有照那个规范，他选的季节不对嘛。那这样违法的调查怎么会有正确的结果呢？我讲一个点，就是说环评的调查规范是说，你一类动物你就要做4天3夜。它是所有8类动物再加植物，它就一季做一个4天3夜，蛮方便，所以大概只有1/8的努力量。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说，他就是不要调查出来，就是调查出来没有东西，因为他是没想到说，最后自救会去做很认真的去做调查，调查出来什么东西都有。那什么东西都有之后，他没有招的，最后他就讲说那这些东西在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都有。那他们有没有做调查？他一开始说假话，现在开始开空头支票，说前面1000平方公里都有。这是学者在节目的现场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论述这里的这个像动物的生态是非常值得被好好的政策谨慎的评估。谢谢刘高雄委员。这个案件可以补件再审，审了又审，审了又审，该继续审继续补件吗？还是像这种有重大环境疑虑者，照环评的精神跟宗旨就应该进到2阶？我想我们自救会这边其实跟在地居民有另外一条路在环评这边我们还会再继续努力那另外一条路就是说，也感谢我们学者专家，包括我们公民团体，包括在地居民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诉求这块地呢，在150公顷，我们请政府我们要申请为青灰岩自然保护生态区。
好，那不管是陈玉峰教授等等，我们其实都在讨论，包括我在立法院，我也有允诺我们的自救会跟在地哈，到时候各位老师可能就我们到立法院，我把相关官员找来，就这个青灰岩的这个生态保护区怎么样的申请的程序，程序上要写让，因为这一定要地方提出申请，是，然后才能在中央。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东西？因为事实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当傅俊他讲他的，我们努力做是我们的，这个太二元的结果了。那公权力在哪里？当我们要求要做自然生态保护园区，它不是一次到位，这是一个申请案，所有要成为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所有的调查，公权力全部都要介入的。是说有了保护区就可以不用盖掩埋场嘛？它就可以挡蔽这个？那就要选择啊！你现在在市政府只有一个案，叫做掩埋场，就在码头沟。我现在告诉他说，我现在有地方的人民向你市政府正式的澄清，我也跟中央政府，不管他对，因为其实光是自然生态保护区其实有2种法源，可是这当中的调查会只有一个而已啊，就说事实会只有一个，有老师做了这么生态，那你公权力要介入啊，你可以质疑我们老师，那你公权力告诉我，我老师的也可以提供这么多数据，那你公权力告诉我，是好，包括我们，包括水文，包括地质，当附近的每一项质疑。我们的都可以一一反驳，但政府的公权力，你就一一的就你中央的政府的公权力的角度，在我们要提出青灰园的生态保护园区的时候，你这数据全部都要呈现的，对，然后才去定案，因为其实它也是要经过审查的有这些有哪些步骤、哪些程序、哪些资料，跟环评一样的，都是要相关的资料都要到位的。但是我是希望公权力下去着手，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就会很。会去印证到底是我们在地的居民生活祈祷50-60年的经验回馈出来的数据，田野调查的数据是真的，还是傅俊他在商业利益的挂帅之下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想就会一翻两瞪眼。是，对。所以环评审查它合法申请，我们就合法审，那是科学性的验证在讨论。但是我们现在提供的是不一样在地方的选择，给政府也给开发商，我们当地对码头山有不一样的规划想象。现在公民时间，我们请到在地的乡亲吕志豪来提出我们的看法。大家好，我今天想要提的就是说，掩埋场到底是拼谁的经济？谁的经济？厂商拼自己的经济，这不用讲了。好，那这边赞成的监督委员会就是说，掩埋场可以对地方经济有正面的影响，有好处。可是我们来检验一下傅俊他自己的官方数字，就工作机会来讨论是不是真的。傅俊的还说书说，在营运阶段14年里面有10个工作机会，10个哦，我们5个面摊可能就有超过10个工作机会了。一个好几亿的开发案有10个工作机会，这不合理嘛？接下来施工单位施工期间，他说最多在最忙的时候可以给在地70个最忙的时候不是说施工的时候全部有70个，最忙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工作是不是稳定的？他施工的时候一开始做4年，然后呢停2年，4年停2年，所以这个工作性质是怎样？临时性的。接下来停了2年之后，再做1年，又停3年，所以这个不是稳定的工作啦，各位，不是稳定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临时性的工作对地方经济其实帮助有限。我要质疑的就是说，显然这个开发案对乡亲的口袋没有帮助，那利益是进了谁的口袋？我们去想一想，厂商一定他自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那到底谁得到好处？是不是赞成的人？是不是中间牵线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去思考，钱进了谁的口袋？好，谢谢。谢谢吕志豪乡亲。我们也请高雄市的市议员吴益政吴议员，这掩埋场的开发案，从市政府的角度来讲，是怎么样子的看待？我举第一个刚才你讲这上面这自救会的复训的疑点，附近的回应这你说地下水有没有是不是断层带？是不是在断层带？是不是地质？是不是泥岩不透水？不是叫咱的政府去研究火车呢？是研究咱的土地，这是上基本的工课，唔免美国 NASA 来研究呢。这样政府
不管中央地方，这到底是有水质无？这是有地下水无？这是土粉是什么货？啊，这有断层带无？这乃是叫自救会来研究，这乃是厂商来研究。这政府拢有资料啊，啊，若无清楚政府来研究啊。啊，太好，迄个乡亲两边的支持反对，伫遐斗来斗去，讲来讲去，政府这第一，这不应该细节的有问题啊，是不是一定要放在这里？这政府，你为什么要放在政府可以帮忙找很多地方，甚至于政府的公有地，啊，相对不是坑你这种环境较敏感的所在，是政府也可以找出这所在，降低对环境的冲击。那政府也可以主动提供啊，你也不用让政府让民间多出钱啊。以合法掩埋场，伊只要有合法会使谈的所在，伊就有钱赚嘛。所以，不是要砸人的财路，是政府可以帮忙这个复训公司专业的处理掩埋场，它的角色也是需要，但政府可以帮他找更适合对环境冲击更较低的所在。是我们听到了。解决，这是感觉讲政府两个工作吼，我看着你这两个工作是要实质去吼。好，非常谢谢吴益政委员的议员的关心。好，我们也请从美浓远道而来哈，我们请那个农村田野协会的理事温仲良。我觉得奇美区事实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腹地哈，就是说它在一日生活圈之内，过去我们说奇美区是跟高雄都会形成一个一日生活圈。一日生活圈。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在过去奇美地区的发展是从台南府城哈，从台南府城由西往东发展过来的。所以呢，包括内门跟码头山这边，事实上是在当时整个台南府城往内山发展的一个中驿站的地方啊。对，所以过去哈，这里面事实上有非常多的那个人文的一个历史跟文化的厚度哈，是没有被发现出来的。好，没有被发现出来，为什么？因为行政区划被划在高雄嘛。好，我们看不到这个地方跟台南有关系。可是你要是从整个交通网络跟过去历史发展的一个那个迁移的路线来看，实际上我们是共同是一个一日生活圈的范围哦。所以它将来是掩埋区还是生态保育区，它整个形象氛围就不一样了。那当然，那当然，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特别要呼吁了哈，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台湾，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刚刚我觉得吴议员讲得很好啦，这件事情其实他的决定权明明在高雄市政府，为什么今天看到是只有人民跟财团在那边对抗啊？是政府跑去哪里了？好，没有看到政府嘛？政府现在呢？政府边风落呀，政府闭起来啊。好，闭起来，今天有法度帮政府无？无时阵帮什么人？就帮阮家己人民的力量尔啦。是，好，非常谢谢温先生。哎那请听公民的声音。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开发案从客观中性的角度来讲，它对地方好像是也一种，至少是一种改变。那所以地方上有反对的声音，地方上有没有支持者呢？这3年来的这个计划延宕的发展遍布哈，我们看到其实地方上也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监督委员会，它主要的宗旨是支持合法投资，配合政府信任技术的前提之下，来让这个市费盖在他们从小长大看到大的码头山。我们来看这个整理啦哈，但是在看整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然也都有很诚挚的邀请这些支持的里长方或者支持的里民来。不过呢，他们婉拒出席。但是我们录制的事前的节目采访，我们先透过下部嘅样片，你堂堂记得很勇的讲诶。因讲拢爱阮内文。较早无来咧开发因拢无咧关心内文，人咧开发尔，伊就咧关心，对，粪扫倒啊满世界，伊拢无咧关心，讲伊咧爱阮内文，爱咧反对的拢也毋是阮内文人。像我们最近在办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绕境活动，找不到年轻人，才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才用星期六、星期天，这样子这些年轻人才能回来。帮忙开发以后，对我们这个偏远地区有一些就业的几率比较好了。比如说，每个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在这个乡下里面只有1个老人家，还是2个老人家。连起来伊也做起来，互阮这互老伙仔会当做步道啊，啥会，或者老伙仔运动啊，想看这风景啊，会当爬去爬头山也不一定啊。掩埋场不是说反对他们就不做，赞成他们就做。这也要经过环评会。我们会主立这个监督委员会，我们也是跟他们讲啊，对不对？你以后如果说你申请合法通过之后，你要让我们真正的监督啊，
让我们确确实实进到你厂区去监督，无你若黑白道、黑白啥货，人嘛唔知影啊，他们也都答应啦。好，了解开发案嘅市可建立系到市政府，不过了解开发案会影响到系北上嘅移送宪法嘅情况啦吼。所以跳下看到样片，也就是到嘅李总认为讲，你跳过马跳伞啊吼，完全冇因类上丑大弄啊，所以你下有了解合法嘅重送类，系咪做得大类穷人机会啊？系咪大类了解环境嘅维护？所以统整了一下这个在地方所谓的这个监督委员会支持合法开发的这一方呢，他们提到几个重要的论述啦哈。第一，我们当然不是欢迎污染的产业，我们也是支持合法供全民监督的掩埋场，这不是很好吗？好，再来也有谢清雄里长哈，这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在地的老里长，他也讲，大家都是爱地方爱环境呐哈，所以其实大家反对的这些，是不是真的有爱地方爱环境？大家应该共同关心这个议题哈，就是垃圾偷盗问题。难道你们看到垃圾偷盗，但是却不欢迎合法厂商？那这是垃圾偷盗要倒到大海去嘛哈？那再来一个，在相信政府合法把关的情况下，因为它不是硬闯关，它还是要走一切的行政程序，还有地方的裁决权都要共同的考虑之下。人家也还没有正式开发，就有这么多的揣测或疑虑，好像不是那么公平。所以呢，是应该要有。特别强调是合法的，并不是违法嘛。针对这样地方也有所谓的支持开发。那我们现在问的是，他们相信的开发，他们眼中的未来，不知道大家有认同吗？今天其实在现场也有很多我们内门区各地不同里的里长来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在地的里长也站起来，先自我介绍，然后再提出观点？大家相信好，我是内门里，好内门里的里长，就是我们内门里的里长，是希望。这个工作是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出来管，唔是为财团的北政府。好，财团北政府你嘛了解，好，这一定当中有什么利益？我们也请下一位的里长要发言。你好，请自我介绍。你好，我是阮内门区3品里洪里长，因为阮这地方是阮的我是今仔讲要来讲阮是安怎反对的声音啦其实我嘛赞同咱这合法的来投资来起这个掩埋场，是。但是要做的这个码头山是足无适合，因为阮内门的地理环境阮这四面拢是山啊。头前这算南龙山，后壁乌山，北边南华山，南边旗山中寮山，中拄有一只宝马伫遐，迄你若徛较悬咧看，迄地标足明显，伊是非常好一个地标地名。是。蓝天绿地啦，伊要起即个掩埋场是就拄啊像王议员讲的，毋是由厂商来买块地，来甲政府申请，是咱政府爱找专家来找地才对。是。当然爱做但是你做遐都无适合啦。我们听到里长的意见了。好，还有一位我们在地的里长先生。主持人大家好啦我是雷锋里经理长啦，来办一个公投。如果若讲真正码头山起迄讲真有适合的话啦真多数的人，是，我嘛认啊，对无？伊唔敢，无叫市政府来办啊。阮欢迎高雄市政府来办，互阮这里民大家用来看这个工课，有需要互。财团甲阮这老百姓是在咧拼这种拼生拼死咧拼这个掩埋场呢，这我是感觉市政府非常的失职啊。少数是不是应该要遵从多数？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开放现场，有没有任何乡亲现在有问题要提出来？时间是你们的。举手，第一位举手的大姐，我对这个内门乡出世的，我民国30年4月7日出世的，住伫这个内门乡。细汉就伫这山顶伫掘树竹，你茫看这趟车脚无路用趟车脚的人。导来隔壁的大哥来扶一下。趟车脚人拢打人打限制要去市东去卖，打到翘骨16岁就打伫这山顶咧打，限制要去遐卖，山顶打树竹，是毋是发挥出来？看这老人无路用遐，老人是阮这要死的人啊，也是无路用是有影着。今仔日阮安尼辛辛苦苦咧行出来，
吼，毋是讲为着我的好，我的利用，我的趁钱，这是大家种种的囝儿孙，代代的囝儿孙，可以有一个好的身体。照伊啊吼，好，阿姨你坐，所以好的身体，啊，大家健康，爱数空气死无？爱食牛食死无？金蕉是毋是基山出产的金蕉？每地一国拢有咱台湾的金蕉伫出去，啊，毋是遮老人话咧食到几百岁啊！阮的中代的遐人拢几百岁啊！啊，阮这个是要死的人啦，是当人啊出世的呢。在内文乡过去的时间，饲八猪拢嘛种番薯好，伫咧山顶遮伫种伫用。啊，你这环境人破坏去，阮是要安怎生存？是，恁这赞同的人，恁来心肝，恁家己想看卖啊咧。好，恁就是有那家孙孙，代代的家孙，按大家拢赞同，唔通互伊做咧，按反对哦，彻底。好，谢谢这位大姐哈。那这个在地长大的大枣哈，大姐，我往这里大姐来讲一个，阿姨，来你。我安尼食到80，准88岁啊啦吼。我安尼一去南梁山吼，一日拢爱行4逝啦。是。拢爱行4逝哦。安尼吼，不过遮粗啊哦，要生啊哦，打甲顺过，拢有拢饲猪啦，啊拢生活安尼饲4个囝，4个后生。我安尼食到暂时8，今年拄要88啊。安尼吼，真正吼，拢较早毋够盐田哩。是。拢忙烫车卡呢，都是打赤脚在工作的。拢烫车卡呢。阿姨讲是银锭山，当地人这样称呼啦。阮的辛苦吼，阮的辛苦是真正讲地目屎真正会淋的，真正阮的艰苦真正有够艰苦的。所以以前读码头山、银锭山有做事，嘛有种物件。然后做落啦吼，阮这个内文乡吼，大概若在落雨，就看南边，哦遐哦天咧乌，哦遐天咧乌，哦啊那咧遐的风若来渗的，阮遮空气足污染，对不对？出名台北嘅节目好，类都现充就会完整真实呈现在地人们他们内心的感情。对开发方来讲，或地方政府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开发单位的空间；可是对在地居民来讲，它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来自于地方乡亲的这个居住感跟认同感。还有我们看到现场，可能是今天最高龄哈90多岁的阿伯也在场，我们可不可以麦克风传给这位阿伯大哥？我因为遮老啊，我安怎会徛出来反对，就是哪呢？为了要顾咱后代子孙，这个掩埋场，从开始安尼乱到即阵，政府的资源甲老百姓资源了啊，这敢知影？你哪有感觉无？这有时浪费资源呢？政府这个目标吼，实在是对老百姓无交代。所以呢，因为这个马头山就是，若咧讲新话吼。这个马头山有信人咧，毋是无信咯。你即摆毋是你甲看，甲开发咧到地吼，你这赞成，啊，甲你这要开发的人，甲市政府，你这官员共同这人咧，因果到尾伊就知影，因果会出来，哦。所以人要做代志要无良心，袂使做违背的代志。好，先谢谢这位大哥，你请坐。我手上这一张图哈，我相信很多乡亲你们都没有看过这一个角度。因为我是研究龙脉的，所以我是甲山跋感情的，所以我今仔日吼是为咱甲山之间，咱内门这个所在，甲马头山伊之间的历史上的连结，在地的情感来出发啊。那拄则这个阿伯讲马头山有神，你还真正有神啊！今日若无神，伊啥会当生甲安尼？咱捌看过山有形态。但是，恁敢捌看过山有神韵？你若看这个马头山的时阵，你会发现讲马头山咧甲你看，一粒山有眼神的山，全世界单一粒。所以马头山自古以来，伫咱内门这个所在，伊叫做银锭山呐。咱的祖先伫这个所在看到这粒山，就看到金银财宝共款啊。吴大哥，这是啥？银屏献瑞，玉玺宝山呐，就是一个动对哈，马上很清楚的写出来。这是在地人写出来啊，伊若无安尼想，伊就袂写安尼出来啊。台山县吼，
经过分水岭了，经过木栅来到咱内门，咱第一看到的山，就是这个银锭山、银屏县瑞。但是真侪内门的乡亲，你敢知影？这个粪扫场做落去了后是伫什么所在？这个粪扫场做落吼，基山看袂到，田寮看袂到，燕巢看袂到，全部都是咱内门这个所在看得到。就是盖在这个方位。对。高度160公尺，它高度在码头山的2/3高度，所以这一座山银屏县瑞以后会变成垃圾县瑞啊！哦，知识体大呢，好，谢谢吴大哥。好，我们后续会再继续请教。你咧下堂度个系菜题个见面，记到提出来讲，对了个上番吼，真紧就动作该想想。你下不要咧困这团洋片啦，就呼应刚刚委员讲到的，码头山除了盖掩埋场之外，难道它的未来之路不会有别的吗？在未来的50年、100年，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我们来看看在地对未来的寄望。码头山是当地人的信山，行过当道崎崎的路，佮经过个92个山岩上来，其实到了位是清崎的，就无生意是我飘得到。我刚刚去那边，我觉得简直在玩命。从高雄内门天寮同旗山的码头山是内岩体质方少数的山岩层，下摆内岩体质引致寒天特早，无法土种农作物，一步一步的内住，个人这几下年无人尽力，落发起死，当地人看起来只是风体。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这种叫西南地区的干旱的植物，有一个叫做泽蟹蕨，就长在比较潮湿的嘛，这一个环境下的蕨类。那这种东西呢，它就很奇怪，既然它长在很潮湿，又为什么长在很干旱的环境下？为了保留码头山的体景，高雄市内门区内南社区发展协会去年到3月23向高雄市政府提出申请，而指定做码头山自然保留区，我同当地的内岩、内竹、梅花鹿，还有人赤海里列到形成的生态内保留落来。工业污染到处都是，难得已经有一片很清净的地方，那码头山就是现在政府提倡的里山倡议，在目前林务局正在推倡里山那个倡议嘛，但是码头山就符合了。可是当现在为了就是经济，为了开发，要牺牲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对，那这是我们现在正忧心的。居民讲，当天是看到梅花鹿和幼莲里列到野生动物，但是码头山雪峰几800公顷的地，其中有8万公顷是环保业者嘅。富盛公司规划的废弃物处理厂算是私人的地，敢若是向外界发起修复码头山栖地研究，先用差不多30公顷的地做初期目标，来申请做自然保留区。垃圾处理掩埋场来带来开发，是不是应该多一点思考？我们来看到过去太多不当开发的案例，来请教我们在地的现场乡亲。最早开始，1999年的华印友达在新竹的萧里溪，这案子沸沸扬扬，一直延续到现在。居民抗争了整整16年，然后最后才达成要求换来了华印友达零排放。2000年关西垃圾的掩埋场，它也是垃圾掩埋场，受污染的新竹母亲之河凤山溪凤山海受到严重的污染。该溪街啦，附近的农田是被迫休耕。我们知道新竹关西有非常多北部的客家人都是依田为生的，所以一条河川污染不是只有污染河中的鱼虾而已，还有周边的耕作人。2000年的立生化工，这就是在我们南部了吧？高屏溪、旗山溪当时都受到非常严重性的破坏，因为它也是偷偷埋暗管排的那个污染，倾倒废容器，整个大高雄的民生用水受污，还好几次的大停水。2013年刚刚讲到的日月光，还有同年义美高沙纺织厂，整个溪水啊，那个都是这个溪水颜色大变。刚刚我们的曹瑞光先生也提供这个画面，就是如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不是健康正常的溪水颜色。还有最新的，就在去年2016的嘉义资源回收厂，它也是做回收厂，可是整个东石港的这个港前大排全部都是变成草莓牛奶颜色。那还有回归到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发现像码头山这样抗争，其实遍布在台湾，都看得到。
市废掩埋场到底盖在哪里好？总不能选择人口稠密的地方，所以难道就要选择在偏乡吗？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录影的讨论的议题，高雄码头山，还有我们的隔壁邻居台南的龙崎掩埋场，这个呢也是10多年的抗争老案子哈，所以最近也在谈。我们就知道，刚刚我们来宾有提到很多，它有几个共同点，我们出名大会节目把它整理出来。第一个都是位在偏乡小农村所谓的人烟罕至处，还有它都是泥岩2地形。再来，是否这个断层水源区域都是成为一个焦点？然后，但是是中央跟地方角力。刚刚一再相信提到，这个不是地方政府该把关、该主导、该承担的吗？为什么今天看到是财团或者是说开发商跟地方的居民在对抗，彼此在找关键证据，找不完？再来看到居民也分成2派，我们看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故乡的人形成弱弱相残，这不是感觉会心痛的吗？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请在地公民哈，我们先请理事长来做回应。这宽屏的物件。咱个小看卖，拄则镜头所显示的迄个动物，伊伫环评书内底面竟然拢无显示呢。迄是咱乡亲是去遐初步保证，甲发现到，因不得不才承认呢。天啊，干透这个宽屏咩？理事长他是非常痛心疾首在提这个问题。林委员，中央的上位政策，其实在呼应地方的这个民意沸腾。我这个也有找环保署哈，那其实环保署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垃圾掩埋场的这个核发案呢，其实是这个地方政府，所以其实中央也是在推给地方政府，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中央确实是让我觉得非常也如果站在国会议员的角度，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不过我想我在这边最后的一个总结是，这个绝对不是我内门乡亲的问题，那不是我基山地区的问题，而是真正我大高雄每一个居民的问题，因为我们主持人非常用心，他用了一个很大的篇幅跟大家去讲水这件事情，因为从2人溪到我们的北高雄，刚才有位乡亲，整个北高雄的用水是农业用水跟民生用水，包括我们整个大高雄的水是为对来为丁前后那个沉淀池啊，澄清湖的这个水公司的沉淀池是为对来，可是为高屏溪的水来，所以我们高屏溪大树的蓝河堰，为什么我们都很关注它的浓浊度？就是说只要一大水，那我们现在在往上游来，这个高屏溪，我们的垃圾掩埋场。有3大溪在它上面哦，高屏溪、2人溪，包括穿过它地下的这个卫浴原水的这个阿公店的水域，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来讲，它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水。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我们大高雄居民，真的是，如果你真的希望高雄的饮用水，好，刚才教华老师有再去讲到我们的品质，水的品质，你真的希望让大高雄有好的水通好啉食，所有高雄市民，你都一定要站出来关心这个议题，因为你的了解来反对掩埋场。第二个，包括空气。我们刚才乡亲有讲到几个里长，还有几位耆老讲到空气，我们有讲到在环评在附近的规划书里面讲的是有31根嘛哈，31根沼气管。如果高雄从去年到现在，高雄人最夯的议题就是空气，所以今仔日呢，今嘛空气上歹，啊，讲只要到冬天最差的左营、楠梓、凤山、仁武，好。大概就在我们这个高雄人口聚集的地方，现在连这一片净土有31根的沼气管深入地下30-40公尺，然后要到上面来，所放出来的就是沼气、废气。所以这是我们在地的里长这几位，他就说为什么我呐，今嘛会使看家啊讲哦，家有什么变化，我家就爱修啥修什么会，只要这31根的沼气管出来之后。这个是一定是雾蒙蒙的，生活品质都废掉了。所以我大高雄没有干净水，没有空气，这个就因为要有这个掩埋场，这个委员绝对是不能认同的吧？我不能认同，这个身为我家的高雄囡仔，我不可能认同这件事情哈。所以我觉得我最后的总结，这个不是内门的事情。不是码头山在地区的事情，它是整个大高雄整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谢谢，非常谢谢林委员哈，在中央和地方也会继续的来努力。我们谢谢林委员。好，我们呼吁到这么多的环境的议题备受考验哈。那关于空气、关于水，还有我们的张占和张教授今天也要来提出他的观点。我们请。
废弃物清理法第32条啊，它已经规定，就是工业区跟科学园区必须要设立废弃物那个处理设施。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全国国土计划这里面呢，它全国国土计划即将在这个月底公布哈。这里面就很清楚规定，新设的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用地，以既有或新设之产业园区、科学园区之土地为优先考量。要找新的地哈去开。所以你新的掩埋场一定要设在那个工业区或者科学园区里面。这个是现在全国国土计划就是这样的规定的，不是说什么人烟罕至的就可以去啊。对，反而不是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反而是要在工业区里面集中管理，因为工业区里面集中管理，这个才能够永远保持它不会出状况。是你丢在这种那个所谓人烟稀少的地方的话，它就是一定会出状况。放在这种那个生态这么好，又是水源那个的地方，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说哈，这个不是只有内门这里的事，也不是只有高雄的事，而是作为全台湾要不要迈向循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循环经济的根本道理就是要减少那个废弃物掩埋场。那现在呢，那个循环经济已经是蔡政府的那个5+2的产业创新计划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循环经济呢，那么就一定要减少焚化及那个掩埋。所以现在焚化及掩埋的减量率已经是当作循环经济整体关键指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是，所以呢，那个我非常希望劝告那个厂商哦，老师，厂商他们提他们合作伙伴可宁味，那是台湾数1数2的示范厂啊。可宁味实在是，我坦白讲，我对可宁味哦，因为我在可宁味的网站上看到他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目前国内外废弃物处理之趋势，不再仅是消极被动式的废弃物接收处置而已，不是掩埋了，而是积极主动性将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利用。可惜的是，他网站上虽然有提到这样的一句话，他有这个想法，可惜呢，他根本就没有，他现在还在炫耀他的掩埋场，所以我们炫耀他的掩埋场，所以我很想劝告可怜味哦，赶快转型到这个废弃物的那个循环再利用。不要一直在管这个掩埋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是要健康嘛，哈，要健康的婆婆妈妈团的秘书长邱春华邱秘书长今天来到现场。咱的政府真正是失职，拄则咱的议员有讲到，咱身为一个小老百姓，咱祈求的只不过是生命的3个要素，就是一项水、一项空气、一项日头。咱已经有2项拢面对着这种威胁，你也想看卖？每一个掩埋场，咱的人民为着要抗争，安尼3栋、5栋、10栋、10几栋拢甲行去，咱的政府到底是咧做啥物货？我真正是真失望啦吼！咱的民众绝对要站出来，吼，甲会拼到底。因为咱拄则有看到咱的迄个节目，真认真甲所有吼足侪即个企业因的污染遮尔侪案例。是安那，咱的政府拢无法度解决，到尾啊，嘛是咱民众家己站出来，替咱家己发声，安尼才是真重要的。非常谢谢我们的秘书长，好，为自己的权益还有故乡的永续站出来。最后自由发言时间，请踊跃举手。还没有讲话的，我们先开放还没有讲话的，来麦克风给。我做25年的民意代表，伫我第一当做民意代表的时阵，政府为着要保护码头山规个内文基山的水源哦。开100个要保护基山区的民生用水的高雄市啊？为什么？因为向时高雄市咱屏东的水无高雄市人食啊，所以中央政府当来保护基山这水啊。政府呢，伫25年后变一字啊，钱我袂开，为啥我袂开？你即摆搁互附近因来做这个掩埋场，是毋是搁破坏生态啊？现在钱开落。这后一代这子孙因要安怎？因是毋爱搁开足个钱，搁开来治疗这污染呢？所以我希望政府
阮人民来选互你哦，钱嘛我袂开。哦，以上。谢谢，我们请这位先生。这环境唔是阮岐山、阮内文，这类影响大高雄总督，这类是影响100年，安尼子孙吼生活品质甲水质吼，拄我咧讲的，按对按三拿扣过吼，对要来选2过，对迄个去按阿公店水库，迄是透明的，你将带落地动，安尼断层带落水渗透下去，上架着工业，包括安尼灌迄个。灌溉用水、农业都会受到。总对，希望俺大家行出来，大家共同来反对到底，卖互伊做，安好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么多俺豆改共鸣向庆都的反映惯性了解题目哈，其实不止在地人，我们的刘洪昌刘教授，他住在新竹，每次只要关于要做生态调查，或者是地方上有关码头山掩埋场要新建的相关问题，他都是大老远从新竹坐高铁一路转区间车到现场来关心。刘教授准备个事件，对俺个开发完吼，其实作为一个复杂，你也带到信中也做到不严严啦。你准备个看法，老个心得做得到大家分享。我逐摆来，你是问我讲，你信中来动员动干苦，哦，然后动到阿爸阿妹，疼爱感谢。我讲其实也唔系你哋自家嘅事情，也系全台湾大家。共同的事情，这是全台湾的事情。我想，任何一个人爬到码头山顶上，看向四周，你看到那个赤竹林，你就知道说，其实那个赤竹林是围绕着码头山。我想，码头山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生态的核心呐，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开发到底会不会影响？我想影响绝对很大。那任何一个人只要在码头山周围的路，你去那边走过一趟，每一条马路都是裂缝。我在新竹我没看过这样的路，为什么这个地方这样？地质不稳定嘛。我想，富军公司就是说这个地方泥岩不透水，适合盖掩埋场。他有没有想到说，地质不稳定根本就不适合盖掩埋场？地层裂开了，污水就渗下去了。这个污水不渗到地底下去，最后也是流到2人溪去，最后就是流到农田里面，灌溉了蔬菜水果，或者到养殖渔温去，最后就是全台湾人都一起吃到了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台湾太多苦难了啊，400年来面临太多的问题。我自己研究鹿蟹30年了，到今年要满30年，我研究的鹿蟹最后全部死光光。好，所以其实我来这边，我有没有私心？我有，因为这边有我最后的一群螃蟹，那个后原泽蟹白螃蟹在这边。好，所以其实。为什么我来这边？其实我来这边其实要感谢大家，因为是大家在帮我照顾这一群那个白螃蟹、后原泽蟹，包括我们所有的动物学者、植物学者，我们以前都忽略了码头山。好，这个地方其实它真正是我们台湾西南半壁的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叫诺亚方舟，它是一个生态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过去忽略了。那现在我们要在这边盖掩埋场，那这个掩埋场最后可能是污染土地、污染水源，最后带给台湾人很多的不幸。我想。这个我是希望说，真的全台湾人都能够觉醒，大家真正不要只在顾自己的3餐，啊，你忙着整天工作在赚钱养家活口，最后你养出来的是一个每个小孩子都生病的一个家庭，这有什么意义？好，谢谢刘教授。我们的林娇华召集人也要用短30秒来做最后补充。我想从永阳到码头山还有龙崎哈，这个共同点就是这边就是低海拔的生态敏感区。都有断层，都有地下水，而且都是靠近自来水保护区，而且都是在河川的上游。那这些生态敏感区，也就是低海拔的山区，虽然没有被划入自来水保护区，但是都是非常珍贵，需要我们共同去保护哈，因为这些就是珍贵的水资源。是。知识体大，共享个事情，共享大家共的关系。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嘅出面大会，跟你再会。